嚟到第二條呢一度呢，我哋就主要睇緊兩個 unknown 佢哋之間嘅 ratio。首先 part A， 今次呢我哋就會有 16A 就會等同於 12B。咁你要睇翻呢個 A 比 B 嘅話呢，就有兩種睇法嘅。咁我自己呢，就中意將啲英文字母就分開，咁就寫得到呢個 A over 12就會等同於 B over 16。咁就最終呢，我哋 A over 3就會等同於 B over 4，變相 A 比 B 呢就會係等同於3比4。咁你亦都寫翻清楚。A 比 B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3比4啦。咁有時候咧，同學就會中意將啲英文字母就擺喺同一邊，其實就冇乜所謂。不過我自己就傾向翻係左手邊呢一種寫法啦。咁如果係將啲英文字母擺喺同一邊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寫得到而家 A over B 咧就會等同於12再 over 16，咁就變相 A over B 就會等同於呢個3 over 4。最終咧，我哋亦都可以睇得到 A 比 B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3比4噶。喺之後去到 part B 咧，今次就講到 7x 加 2y 比 2x 加 3y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5比4。咁因此咧，我哋亦都可以寫得到而家呢個 7x 加 2y 再 over 5，亦即係喺呢一度咧就左邊再除左邊啦，就會係等同於我哋呢個 2x 加 3y 再 over 4。今次咧就會係右邊再 over 右邊。咁然之後咧，由於我哋就想睇翻呢個 x 比 y 啊，咁所以我哋就將佢寫做 x over 一個數字就等同於 y over 另外一個數字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做翻個交叉相乘，咁我哋4再乘翻呢個 7x 加 2y 就會等同於5再乘 2x 加 3y， 拆翻括號 28x 再加 8y 就會等同於 10x 再加呢個 15y。咁所以我哋就將 x、y 咧就各自各分翻開啦。咁所以我哋 28x 再減 10x。就會等同於 15y 再減翻呢個 8y， 因此就可以寫得到而家 18x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 7y， 最終我哋呢個 x over 7就會等同於 y over 18， 因此我哋 x 比 y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7比18，亦都寫翻清楚。同樣地喺呢一條咧，我亦都會提供另外一種寫法啦。咁有時候同學學嘅時候咧，就會學翻呢個 7x 加 2y 就除 2x 加 3y。咁我哋就會有呢一度啦，就會等同於右手邊咧，今次就會等同於5 over 4。咁如果同學用呢個方向咧，其實最終嘅答案都係一模一樣嘅，因為我哋下一步咧就係4再乘 7x 加 2y 就會等同於5再乘 2x 加 3y。你會喺度見得到咧，我左手邊呢種寫法同右手邊呢種寫法得出嚟個結果係一樣㗎。咁啊，最終咧我哋亦都拆翻括號，擺翻靚 x 同埋 y 喺各自各一邊啦。因此我哋 18x 咧都會攞得到係 7y， 而今次咧我就寫做 x over y 就會等同於7 over 18。咁最終喺呢度咧，亦都可以睇得到 x 比 y 咧，其實就係會等同於7比18嘅。喺之後去到 part C 呢一度咧，今次就講到而家呢個 P 比 Q 就會等同於5比2，咁就想叫你揾翻以下呢個 ratio。咁同學亦都要留意住啦。咁我今次咧就會示範兩種方法，而呢個 method 1咧就係極度有用㗎。咁我哋就可以講啦，而家 P 比 Q 咧就會等同於5比2啊嘛，因此我哋就可以 let 呢個 P 咧就會等同於 5K， 以及呢個 Q 咧就會等同於 2K。咁當中 K 咧就會係一個 non-zero constant 嚟㗎。咁同咧就必定係要 highlight 翻我哋成句咧都係要寫出嚟㗎。咁因此題目所要求嘅呢個 2P 加 5Q 再俾呢個 4P 加 Q 嘅話咧，我哋就做翻個代數。咁我哋 2P 咧亦即係2乘 5K， 再加 5Q 咧就即係5乘 2K。咁就右手邊今次咧就會係4乘 5K 再加翻呢個 2K。咁左手邊呢一度咧2乘 5K 再加5乘 2K 咧，最終我哋就會得知道係20K。至於右手邊呢一度咧就會係20K 再加 2K 啦，咁就會係等同於22K。咁所以我哋 simplify 翻去嘅時候咧，就會得知道係10比11㗎。咁呢度咧亦都會示範一個 method 2啦。咁雖然我會示範埋呢個 method 2咁，不過一般嚟講咧，其實我就覺得 method 1咧就係對於大部分嘅同學嚟講咧都係比較適用㗎。好啦，咁至於 method 2咧就係我哋唔叻做 K。咁我哋咧由於我哋 P 比 Q 就會等同於5比2，喺呢度咧就 mark 翻低。咁同咧就要了解翻啦。
而家 P 比 Q 等於5:2嘅話呢，亦即係話 P 個數值呢，其實就必定係大過 Q 啊。咁所以我哋睇翻而家 P 同埋 Q 嘅關係呢，咁我要令到 P 係大過 Q 嘛，咁所以呢個關係就會係 P等於5/2個 Q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題目所要求嘅2P 加 5Q 再加翻呢個4P 加 Q 咧，同樣地，我哋就直接將呢個 P等於5/2咁多個 Q 咧，就代翻入去。咁所以咧就會等同於2再乘翻5Q/2，再加翻5Q，再俾4再乘5Q/2，再加 Q。咁你左手邊咧最終就會記得到係10Q，至於右手邊呢一度咧。咁我哋就會係呢一度咧就係10Q 啦，再加一個 Q，咁就會係11Q。咁最終咧亦都 simplify 咗佢咧，都會攞得到係10:11㗎。